可以给嫂子打电话了。可以给嫂子打电话了。昨天他问我什么时候回去，我都没说。我该怎么说呀？去年答应他，今年一定带他和孩子出去玩，2次都没成。本想着年底带他和孩子出去逛逛，哄哄。我怎么说？你把病历和检查报告都给我，我自己带去医院。回头别忘了。要不是我觉得不对，从医生那儿追问出来，你是不是都不打算告诉我？我一直没想好怎么说。我也没想好。